早安，欢迎收看今日5月31日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266个本土病例，还有89个校正回归补天案例，另外还有10个人死亡，病例数有较少淡薄啊。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应该是3级警戒有用效，也毋过爱等一礼拜看数字才知影。因为病毒已经进入社区，会豆豆变流行感冒共款，就算有注意风险，嘛会有病例。国内30礼拜新增加355例本土的个案，包含89例校正回归，也有一天266例本土的个案。其中以新北市193例上多，搁再来是台北市85例，桃园市24例，苗栗台中彰化各9例，贵人是8例，花莲县6例，南投有4例，嘉义3例，连江甲台东以及宜兰，也有新竹市甲高雄市各有1例。指挥中心分析，新北新增加确诊数降到200例以下，台北市也降到100例以下，显示这轮3级的管制做法初步是有效的。目前并没有封城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或打算，我们现在还是好好的把我们的3级警戒把它做好来。那至于在现在经过2个礼拜的一个3级警戒，到目前的个案数看起来它似乎有一些效果。不过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讲，它的一个效果还是有一点言之过早。但是中讲，就算未来疫苗普遍来注射，也过病毒已经进入社区，无可能清零。本土案例也是有，未来可能流感化。即笔无大规模传播，就算成功，而死亡病例新增加10例，总计本土的死亡个案是109人。另外，也伫治疗的确诊个案内底有180位使用呼吸器、2个叶克膜。因为医疗量能真严，这种快速检查阳性的人，依照症状安排后送，就算无症状，也一定至少隔离17天。前是说有这个10天的这个比较是具传染力的这个观察期是像我们有解隔离的条件，也是要具发病满10天。那如果无症状的人，他在家可以居家隔离的话，就是从他采检阳性日算起要10天。中间如果有住院，那也是住到这个满10天的时候，再解除隔离到家里面，再维持居家隔离所以这17天基本上是一个预开的动作。那在这17天当中呢，会有这个电子围篱，然后也会有关怀的机制。为少民众烦恼，隔离等待后送时避风转卖要安怎？指挥中心讲，已经紧急采买之前费用的假期，有加16个车厘送到各地卫生局，予特殊隔离的民众来使用。另外，北中南的加强版集中检疫所也拢有备有相关的设备。统计这波疫情内底，即阵各地加强版的集中检疫所已经收治1979人。记者综合报道。要控制疫情，定着爱靠预防针。预防针采购的进度，即马嘛正做社会焦点。疫情指挥中心讲，咱伫这个月28前几日已经甲国产的高端也有联亚签好合约。国产的预防针上济会有2000万吨，也毋过咱国产预防针也咧测试，就赶紧去签约，嘛引起质疑。因为国外有病的预防针，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就讲，伊要拼72点钟内完成文件，替台湾买500万吨 BNT 的预防针。疫情严重，外界正关心指挥中心向国外采买预防针的进度。国产疫苗是拼伫咧7月底要开始供应。指挥中心讲，新冠肺炎流感化是必然的趋势。疫苗家己制造、家己使用是国家的既定政策。5月28已经甲高端疫苗甲联亚生技2大厂签合约，分别500万剂有采购甲500万剂开口合约，就是两间拢买1000万剂。然后原则上是500万剂，那后面还有一个出口合约的500万剂。那当然它的限制条件就是要通过 EUA 以后，这个采购才算是后面正式的采购。它这个解盲的成功的话，那我们可以就是保障我们的国人一定可以拿得到这样的一个产品啊，对啊。所以这其实跟一般的那个就是我们在跟国外采购的疫苗是一样的。因为指挥中心要求应该由第三方公证单位进行效价验证，所以也需要甲第2期临床试验受测者的检体风险交予中研院分析结果。高端按算6个月有试验分析的结果，要拼7个工会
然后是按算6个中送。不过，这代表国产疫苗2期也搁伫咧进行，就已经签约，互人质疑安全性加有效性。那至少要求他们按照国际的这些药厂做第3期的其中试验报告，符合相关的规定，才能开始紧急授权。安全性、有效性上面，政府都应该要做最严格的把关。目前来讲，我们没有是说2期它一定会成功，但我们希望它能够成功。确效上面当然没有比上这个所谓的完整的3期。来的那么的完整，但是也是在科学上可以被认同的。疫情严重，红海创办人郭台铭讲，英灵基金会会申请500万剂德国的 BNT 预防剂，自德国直接空运来台湾，会伫72点钟区内拼物件。卫福部强调，主要是政府甲院长签约，甲中央统筹分配。我们欢迎大家来。但是你总是要把你要引进的东西是什么东西，要来跟我们讲清楚啊。总统府讲，政府甲民间共同努力，互疫苗的供应更加稳定，无所谓刁的问题。对于民间申请疫苗采购关键，总统蔡英文请指挥中心全力处理，互申请单位了解，确认会员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继续受方面的影响，各地头拢有机会会落雨。咱来看云图。今日天气同款无啥稳定，西半部宜兰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嘛有机会会上大雨。高雄、屏东雨嘛较粗，爱细致单雷公甲强阵风。伫温度的方面，中部以北宜兰花莲高温是26度至28度，其他所在高温是29度至31度。无落雨的时，嘛会感觉较翕热。若拜三方面就会离开。另外，目前伫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上紧伫今仔日会增强，变做今年第3号的风台彩云，对咱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这2天雨拢不加粗，新竹6月份原本是拍算要实施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也毋过若是今仔日的雨水有较高咧，就有机会未进入更较严格的限水措施啊。若这波雨水，石门水库入水入上济，中部的里鱼潭水库、日月潭、雾社水库第2济。30下到4点，气象局针对嘉义县发布大雨后即时信息，雨来了正急，阁正大，外海布地市区路拢淹水，赶紧抽水。整个那瞬间下雨，大概20分钟，就整个都淹上来了。嘉义气象站讲，这波黄霜啊雨的方面自海边来。有一寡测查的雨量超过170毫米，也毋过雨来了正紧，才落点半外钟就停。这波黄霜雨到30下到4点，雨全台湾的水库进水到1893万吨。这边的方面所带来总雨量的效益，石门水库310万吨上济，过来是中部的里鱼潭水库、日月潭甲雾社水库，拢是250万吨。第3名是德基水库，有个月当有200万吨的水量入水。也让流流啊小涛欠水的危机。台中以南到高雄地区，还有南投地区，这些地区有许多地方都有达到短时强降雨的大雨的标准，甚至还来到豪雨的标准。新竹自6月开始要实施强雨停雨，不过一直到30暗10点，新竹县五峰尖石北部等地观测站24点钟久的累积雨量拢超过100毫米，对宝山玻璃水库调水有明显的帮助。不过，是毋是要解除红灯警戒？北水局讲，将会由现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一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中国广州疫情嘛加悬，对日伊加达已经出现26个确定病例，而且拢是较高团的印度变种病毒。为着要控制疫情，当地政府即马决定要扩大做体检。来看《中国时报》，纾困条例修正草案今日要伫立法院审议，并三读过关。预算按算要提悬到8400亿。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是呼吁讲，把部分的权力交予地方。江启臣强调讲，伊毋是咧替地方请令，是咧替弱势请令。地方政府会使用这条钱帮助较弱势家庭。来看《自由时报》，疫情无稳定，防疫保单是卖甲下叫。根据消基会统计，全台湾已经卖出300万张。目前咱国内疫情严重，医疗资源欠缺，医师无一定讲治病就有病床。金管会是表示讲，伫这部分会放零认定的标准，只要是确诊，住伫检疫所也是防疫旅馆，拢甲住院是病工，拢会使申请理赔。
来关心即阵湘北的疫情较严重，昨昏台北市嘛有做疫情进入第4级的模拟演练。台北市长郭文铁是表示讲，暂时是无要封城，也毋过爱先准备起来抗。目前是没有封城的危险的哈，那不过一些该做的，我们还是一些计划数哈，我们还是给它定好。台北市政府礼拜透早模拟已经进入到4级境界，兵棋推演，内容包括着停班停课、市民除了医疗、买食物，还有必要的工作需求以外是袂当出外。另外，伫咧对外桥梁还有高速公路是来设71个管制点，禁止车辆进出。公车捷运嘛袂来看湘北市来营运。另外，物资的部分稳定米、肉，还有卫生纸等等16项民生商品的不价，并且嘛有够的蔬菜供应量。另外，传统市场的营业时间会来限制，嘛要求卖场来维持社交距离。医疗部分嘛强化检疫所，还有专责型的防疫旅馆，并且嘛提供远距看诊，还有送药到厝的服务。另外，收本数时间嘛减做每礼拜3天，并且强化消毒。郭文铁嘛透露，过去一度想要来封锁万甲，不好到在即马台北市已经算是有效管制。另外，台大营总还有3种专责病房，即2天都会来准备完成。全台北市专责病房会来到1300层，防疫旅馆会来到1800层，会当营运即马疫情。轻症的住防疫旅馆，那比较重症的才去住医院，那真的很严重才是住加护病房。只要我们不要在这个病例数再扩张的话，应该目前就整个医疗体系已经准备完成了。医疗体系当稳定运作了后，郭文铁讲最后就是等疫苗了。既然疫苗的预算都已经编了340亿，那就去执行啊，赶快做啊。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中央政府对付新冠肺炎如果能够像对付柯文哲这么用心的话今天就局面不会搞成这个样子。郭文铁强调，3级境界佫需要一寡时间，上短时间互大部分市民来拍疫苗是即摆的战略。问题就爱看佫会当挡偌久。郭文铁认为关键还是要看中央政府要安怎加紧处理疫苗进度。记者张志勇、陈柏如台北报道。那昨昏新北市是新增加126个本土病例，嘛校正回归补天67例。根据统计，确定病例卡热上侪所在是传统市场甲大卖场，所以嘛要呼吁乡亲要出门买物件，自家要负责，减少出门就当减少烧坏风险。另外，即阵嘛有一寡民间团体也有企业想要开钱买国外预防车来斗3工。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呼吁中央，毋好佫共刁难爱较紧嘞。唔好去讲刁难啊啦，较紧的啦，救苦救命的啦。你若去慢一慢，唔知要去走偌济人，迄拢我的新北市市。新北市长侯友宜愈讲情绪愈激动，受到确诊者真侪拢受慢性病的老人，国内死亡案例也继续增加。伊类民间有意要协助来买疫苗，那中央坚持要统筹，脚步爱加紧，防疫爱加时间来比赛。38市新增加本土确诊126人，高症回归67人，以新增区上最有20人，总计总确诊人数3309人。3要在树林、十指甲5股加开列区防疫中心，统计确诊者卡列，其中是以菜市啊，也个卖场是上多。第一名的传统市场占38%，38%，卖场占28%，公园15%，其他各场所19%。因为疫情真严重，台北市进行4级的兵棋推演，新北市也重新修订幼项，若要进行4级的封城，已经列出8项关键基本的必要能力，包含公务人员、民生物资、生产供应、运输物流、通讯资讯科技媒体甲物业管理保全等。侯友宜强调比例不用，当时因为新北市跨足台北、归人甲桃园，也向科学联防来准备。不过中和疫情继续扩大，包含某一个空服之家发生互相烧坏事件，卫生局证实确实有这个代志。总共有39人，那有29人是阳性。这个机构呢是有群聚感染的状况，所以目前呢是启动清空，我们会将确诊者呢送往集中检疫中心或者是医院，那没有染疫的呢会送到这个防疫旅馆。中和分局有2名警察去挖到，警方证实是交通分队的同仁，北去快速检查站采检是阴性，不过 PCR 检测是阳性。包含派出所要警察车顶拢在第一时间来进行消毒，并且安排全部100多名的警员进行快速检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即马
全球的病例数已经是超过1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有354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新增加355例，目前咱台湾是8160例。中国的病例有91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74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400万例，伫印度是超过2700万例，巴西超过16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49万例，法国是超过572万例。来关心巴西的卫生单位通报一天因新增加43000个确定病例。巴西目前确定病例已经有1650万例。因为巴西总统普索纳罗过去一冬是激放，这是引起因全国大规模示威，爱伊落台。若伫澳洲维多利亚省，即马出现第4届要封锁，因为因出现不明的感染源。目前这波新的疫情已经有40个人确诊。维多利亚省这波感染源头是一位海外回国的旅客，距离基本出关了才确诊。了第3天通报新增加5个确诊是长照机构的员工，因为院内带病甲员工无拢做过有风险，所以大家真担心。One is linked to an exposure site, and investigations are still underway. One of these cases is a staff member at R-Care Maidstone, an aged care facility. We have a mystery case. We're concerned about that.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serious situation in this aged care facility. 维多利亚省几个月来连确诊破功，第4遍封锁。官方宣布先封1礼拜，不过内有看到一寡民众被逮捕，因主要就是要抗议封锁，也质疑自有防线的必要性。另外，巴西伫咧2九有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总统波索纳罗防疫无能，叫伊下台。A gente tem presidente que, em vez de fazer do Brasil exemplo internacional, fez a gente laboratório de novas cepas do vírus. 巴西到目前确诊的人数1650万，死亡人数超过46万。示威的民众挂水暗夜标语，认为国家行到今仔日这种地步，拢是波索纳罗无重视病毒的危害，互规个国家造成重大危害。包括大城市里约、圣保罗等200外的城镇，有几落万的民众上街头示威。波索纳罗伫咧疫情拄发生时阵，别讲感染新冠病毒只不过是小感冒，伊家己确诊了，也佫讲无科学证实的开年有效，并且认为自有防线无一定有效，所以国家自有防线的计划速度正慢。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咱拢知影英国的变种病毒甲印度的变种病毒交团，那越南的卫生部长即马是讲，因发现一种印度甲英国变种病毒合做伙新的病毒，而且这款新的病毒空气内底传的速度是真紧，所以越南即马嘛打算要抢买预防车，因是望伫今年会当买到1亿5000万吨的预防车，控制疫情。越南4月下旬以来，佫出现本土疫情快速扩到全国一半省份，新增加3600人确诊，占全国累积总数一半以上。当局也新发现一种更加危险的病毒株，是印度甲英国变种病毒的混合症。Tại Việt Nam thì đã xuất hiện thêm biến chủng SARS-CoV-2 mới. Đây là thông tin được Bộ Y tế đưa ra trong hội nghị trực tuyến phòng chống dịch COVID-19 vào sáng nay. 越南卫生部长阮清良29表示，对着新患者进行基因定序了后，发现这种结合印度甲英国变种病毒的新变种的病毒株，在空气中传播特别紧，比过去境内通报过7种的变种病毒的传染力是更加强。实验室培养结果显示，这种病毒自我复制速度是真紧，也说明短时间内全国无同所在为安怎出现这么多新增加的病例。越南去年成功来阻止疫情，受到国际肯定。面对新一波危机，当局推出特殊封锁政策，甲餐饮酒吧关起来，美容最头门，抑佫掠人的所在，观光景点甲宗教场所，真拍拼防堵。9800万人口的越南，今年3月展开疫苗注射。路透社报道，越南已经摕到290万剂，注射大约100万剂。卫生部正努力确保 COVAX 分配机制，也有其他药厂所答应的疫苗。另外加买2000万剂辉瑞 BNT 疫苗，4000万剂俄罗斯的斯普尼克疫苗，目标是在今年内确保1亿5000万剂。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今头来英国对5月17开始已经解除封锁，真侪所在，亲像是餐厅、酒吧，即马拢会使开门做生意啊。电影院嘛已经开门啊，影视产业是正看好未来黄金年代。
啊，那英国的邮轮公司上大只的邮轮嘛，按算伫今年热天要出发要载观光客，也毋过限制有住过宜丰社的观光客才会使报名。电影院的员工将门开开，互观众入来看电影。英国5月17日正式第3阶段封锁，电影院也开放。真侪人排队买票，因为真久无法度入去电影院看电影，这嘛真欢喜。It's pretty exciting because I haven't been in the cinema since before the pandemic, so it's a pretty unique experience now. We're in the pandemic season, so it's kind of surreal being back in the cinema, but exciting as well because you want to watch movies and things. So. 英国电影协会讲，2020年看电影的人加票房加前一年比大75%。损失大约是20亿英镑，换算大票是810亿。英国电影公司真有信心，讲英国会迎接电影的黄金年代。We talk about having 3 years of film in the next 18 months. So what's really pleasing is that while the studios have been playing around and trying different distribution models, they are sticking with the cinema as the main economic driver of their films. 英格兰、威尔斯加苏格兰真侪所在拢进入第3阶段的封锁，餐厅、酒吧都会当重新营业。这嘛准户外30个人、室内6个人，或者是2个家庭做伙，也当伫个店内食饭。民众讲，等吃的时阵等真久啊。People have been stuck indoors and people are missing their friends. Okay, they opened up outside. Month ago, well, 2 weeks ago, this one. But it's not the same. It's great to be back inside the pubs and meeting friends, socialising. That's what it's all about. 艺文场馆也同款重新开放。伦敦的国家博物馆办一场甲新冠疫情有关的特别展览，包括第一馆做的有红社甲主持人。维多利亚加亚伯特博物馆是办爱丽丝梦游仙境展览。一个正受到英国民众介意的是邮轮出海去耍，今年热天会当有条件开放。When our guests come on board with us, we will ask them to provide evidence of their 2 doses of their vaccine, and we're in convers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we have some time ahead of our first sailing at the end of June for the systems to be put into place for guests to be easily able to demonstrate their vaccination status. 英国邮轮公司上大邮轮艾奥纳号去年10月交船了，受疫情的影响，一直无法度出航。即马英国已经有68%的成年人至少做过一档新冠预防针，差不多2000万人做过2档，等于是摕到上邮轮的资格。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镜头来法国凡尔赛宫皇家教堂的厝顶整修工程，经过3年的时间，东莞8个个基艺真好的师傅积极修理，即马已经进入最后收尾阶段。这是这间教堂300年来头一摆修理，要恢复英国的模样。太阳红路易10时的凡尔赛宫被俄罗斯世界上上大上豪华宫殿。这皇家教堂是当时扩建工程最后的一部分，由建筑大师法兰索华马萨亲身设计。1708年马萨过身了后，由罗伯特寇特接手，前后用10年时间才完成。46公尺悬、几公里远，往年看到金丝式的厝顶，加经典的大理石雕像，经过300多年风吹雨打的侵蚀，早都已经褪色，就连教堂内底木造的架啊，拢因为湿气受损。当局伫2018年开始做皇家教堂的整修工程，出动150名技术精悬的木匠雕刻家甲镀金师，规工作团队先用2年时间研究彻底，才开始施工。On a eu plus de 800 tonnes d'échafaudage sur place. Il a fallu mettre 6 mois pour monter l'échafaudage. Donc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on est, je dirais, un peu à l'abri des intempéries, du vent et des pluies, on peut commencer à engager la dépose. Donc la dépose, il faut imaginer que les groupes Est et Ouest, les fameux poutis qu'on a sur la partie du faîtage, c'est des groupes qui font un peu plus de 4 tonnes à lever. Donc il a fallu déployer vraiment des structures, des poulies, des chèvres et notamment des grues monumentales pour pouvoir déposer. Ça, c'était l'étape aussi, je dirais, majeure au tout démarrage du chantier. 厝顶显示太阳红映耀金丝式巴洛克装饰，圆形的窗仔甲镀金的窗仔孔，用45万片金箔，才可以恢复往日宫廷的奢华的风貌。
tel que l'avait voulu le roi, puisque sur la fin de sa vie, il avait voulu que cette chapelle rassemble à peu près tous les arts, à la fois tous ses goûts, et qu'il les tourne, j'imagine, vers le ciel pour élever son âme et accessoirement celle de ceux qui l'entourent. 因为防疫的考虑，法拉塞宫去年10月开始关起来，不过法国准备为5月中开始放零对文化场所的限制。维修团队详细做最后的收尾，要让参观这个世界有名景点的游客大开眼界。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一个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英国第5月17届大红色，英国的首相强森嘛伫顶礼拜举办婚礼娶某，这是伊第3届结婚，这嘛是英国史上第2个伫任内结婚的首相。来关心中国广州的疫情搁摊开，是高团的印度变种病毒，所以真侪所在即嘛拢分级分类在做管制，停止活动。来关心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是真严重，预防社是同人抢，传出有真侪国家即嘛拢出现假预防社，包括中国、南非都有抓到假货。来关心东京奥运资格赛，咱台湾放弃主办权，即嘛是改去墨西哥举办。咱中华职棒嘛宣布讲，为着保护咱球员的健康，咱嘛决定无要去参加。另外，法国的网球公开赛伫昨昏开始战啦，总算开放球迷入场去看比赛。球迷讲，等一天正经是等真久啊！真侪球迷排队等要入去看比赛。2021年法国网球公开赛30开始，去年的比赛受疫情影响延期，今年总算按照时间比赛，真侪球迷讲等真久啊！ C'est une grande joie parce que nous, ça fait 2 ans. On n'est pas venu d'ici depuis 2 ans. À chaque fois, on a nos places circulées, donc c'est super. C'est super. 去年每天是限定1000人入场，今年比赛前10天，每天会当有5400人入场。6月初9开始，每天入场的人数提升到13000人。比赛第一天，日本选手大阪直美拍败对手，晋级第2轮。不过，伫赛后，伊未参加记者会。 原因是记者会有害伊的心理健康。WTA 回应讲，愿意甲大阪直美沟通，了解伊的心理情形。杨过也讲，面对媒体是职业运动员的责任之一。相比较欧洲的体育比赛，因为疫情较稳定，开放更较侪观众入场。咱国内本土疫情严重，台湾放弃主办东吴棒球5抢级最终资格赛。中华职棒也宣布不组队参赛。那我们知道墨西哥其实疫情也很严重。 所以中华职棒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所以我们决定这一次本来由职棒来这个主赛训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我们就决定不在这个组队。5抢1的资格赛改一个墨西哥办，时间是当地时间6月22到27。 中华棒协决定要接手做国家队，吴思贤担任总教练，而且开选训委员会实情会议，决定代表队36人的大名单，主要是由23家亚锦赛选手。里外的部分我们有考虑，那现在也请协会这边来协助，来询问这些球员的他们的意愿。 棒协讲，爱问过球员每一人的意愿，才能确定名单。希望8月自防社拜3伫台东体中开始集训。不过3级境界免训练，体育署讲已经向指挥中心提出泡泡模式。另外，东吴主办国家日本疫情也阁真严重，进前这个紧急事态宣言延长到6月20。有一项要求取消东吴的请愿书，伫网络这几礼拜就超過40万人连署。日本医师联名也警告讲。 办东吴可能因为大规模关注，出現新的東京奧運變種病毒株。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は東北大震災の復興震災と当初言われていましたが、東京オリンピック自体がウイルスの新たな災害を生むことになりかねません。 日本國內一直有要求停辦奧運的意見，這麼後邊也出手鬥相共，講會提供日本1億棟的新冠預防針。The signal that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More than 100 million doses of vaccines have been authorized to be exported to Japan also is a strong sign that we support any preparation for the Olympic Games and the safety of these games. 因為日本自預防針比率降低，造成第4波感染。日本的民調顯示，有6成到8成的人希望取消東吳。不過，首相菅義偉講，
伫咧遵守适当的防疫措施之下，会当举办安全有保障的奥运。记者综合报道。稍后咱做来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266例，也有校正回归补填89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6974例。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病例数超过1000例以上的所在，包括新北市有3325例，台北市有2599例，超过100例所在有桃园328例，彰化147例，台中128例，基隆是126例。另外，目前台湾加上境外案例，加上本土病例，计共台湾的病例数有8160例。这统计是疾管署今日早起上新的数字。镜头来关心桃园昨昏有新增加24例，其中伫龟山的清洁队烧毁事件，也有8个人去围着。那伫基隆昨昏是新增加8例，其中有1个是亲像是去厝边开讲才去围着。基隆市长林佑昌是呼吁讲，伫这段时间做伙拍拍照过街，拢是无应该有的行为。防疫期间，伫咧厝内想要找一点仔代志做，有人会招朋友拍牌，有人会去厝边因兜开讲。不过安尼恐惊会造成防疫的空棚。基隆市30新增加8例确诊，其中暗号7965是一个50多岁的女性，因兜对面的厝边因为有申报的确诊者捌去因兜食饭，一家伙仔4个人全部拢去互围着。市府嘛讲暗号7965清早去对面厝边因兜行踏，因为安尼伊嘛确诊。市长林佑昌呼吁，就算是甲厝边甲朋友拢无应该群聚。我觉得如果这样子还学不乖的话，是真的值得大家共同来谴责，就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娱乐的事情不急于一时，不要人家在打防疫的战争，结果你在家里面玩。桃园市府呼吁民众，唔通甲朋友、甲亲戚群聚，嘛唔通去菜市仔拍拍照。桃园市政府要加强客家50个传统市场，敢有落实实联制，也有人流的管制。若无符合规定，就会要求爱随暂停营业。也若桃园30新增加24例确诊，其中龟山清洁队、新华亚队部的群组感染，增加到6个队员2个亲人确诊。目前市府按算会加派人，还有车来支援收粪扫。支援了10辆车，10个司机跟10个队员，以这个专人、专车、专区的方式，支援龟山。我想龟山这个垃圾清运，能够正常的进行。目前收粪扫也是照常伫咧运作。不过资源回收也有喷，是采用较有春久的方式来处理。龟山清洁队群组感染，目前也有91个人居家隔离。也若清洁队员敢会当优先来做疫苗？市长陈文灿表示，第一批已经有200个做消毒勤务的人员伫咧做疫苗的名单内底。也若其他的队员伫咧后一批的分配，会争取甲因列做优先做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部，台中昨昏加9例，有5例是家庭内的烧胃感染。若伫彰化坡道搬上这条传播链，又搁加3个人确诊。即摆伫南投嘛传出有家庭内的烧胃案例，家庭的群组感染上恶主动，乡亲伫厝内嘛爱接洗手，食饭用公筷，建议嘛爱挂喙罨。台中市长罗秀燕早起去大坑的前进指挥所，了解快速体检上新的情形。因为台中市府30公布新增加9个确诊的个案，其中5例跟北屯的家庭群组有关系。它有这个扩散、升高或跟社区有密集接触的话，那有这种危机，我们就会设情境指挥所。台中市府表示，到目前为止，北屯这个家庭群组包括也未领到暗号的，已经为7个确诊，累积到13个确诊，其中还佫有1个住伫网咖的朋友过往，嘛有人动症。根据市府的统计，到30为止，确诊的人数有124个，有79个是甲家庭群组有关系。也若伫咧南投埔里，嘛发生家庭的群组感染，至少有4个人确诊。然后曾经在5月15号北上，到台北去往返台北跟南投，那期间他们工作完的时候，有在台北有聚餐啦。南投县卫生局表示，上先确诊的3个人拢有北部的活动史，其中上先去围着的翁仔某，等去厝里了后，佮配合做伙大的后生。也若彰化嘛是新增加9例，累计已经有144个人确诊，其中特别爱注意的是台中有1个人去彰化朋友因兜做客，造成彰化这几口罩4个人交拢确诊的案例。当别的县市疫情上升的时候，它就会透过人与人之间的传染链带进来，所以这是个警讯告诉我们说，
中台湾这部分的传染链怎么样去做控管哦。中华管府表示，包括卖水果的传播链有3个家属，伫居家隔离的期间发病确诊，目前拢伫会当控制的范围内底。不过，除了台中有一个人去中华做客，社交传播的感染，也有为离岛的妈祖去中华拜访朋友地区确诊的个案。另外，苗栗县嘛增加9个确诊的个案，拢是因为甲进前确诊的个案做伙泡茶有关系。呼吁应该加强人流的管控，也有减少社交的接触。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南部，南部昨昏伫嘉义县有加3例，高雄市有加1例。屏东随望无新的确定病例，也毋过有中华确定病例去屏东行打。县府半暝半收到通知，赶紧派人去消毒。屏东县政府嘛呼吁各县市爱做好互相通报，才袂出现防疫空棚。确诊者去过所在详细消毒。嘉义县礼拜新增加3例本土病例，是进前泡茶互相烧话感染案件接触的亲戚朋友。这3例拢是互确诊者案例7674画到，分别是案例8175、8084、也8083。县府强调拢已经消毒好啊，也传出案例8175不参加当地宗亲大会，理解接触者敢若无互包含在内。27个必送啊，拢要过去做快筛，卫生所拢同意。是同样在这个系统里面所后面裁剪所引发出来的，也就是按7674他的弟弟跟他的老婆，还有按7674他老婆。县府讲，案例8175接触者拢会列出来，也要求快速检查。除了嘉义县、嘉义以南，只有高雄有1例确诊的病例。5月16号、5月17号、5月24号、5月25号都在双北这部分有旅游史。那在接触史的部分在台南这边有个很明确的一个群聚的感染事实。高雄市表示，这个是案例8085，台南的厝内底人有4个人画到，涉及高雄以北甲厝内底人接触，也到双北旅游过，这种已经列出接触者来筛检。另外，为着避免菜市啊真侪防疫破空，市府也对3月开始要求民众依照身份证的字号来进行分流采买。假如是13579的单数，那是每周3、5跟礼拜天去采买。好，那假如你的身份证是02468，那你每个礼拜的246去买。另外，屏东虽然无确诊的病例，依然是大消毒，因为县府2到半暝才接到通知，讲有彰化县的确诊者来过屏东县。还是透过我们疫调人员抽丝剥茧，在讯息上看到有这样的讯息，打电话访问彰化卫生局的时候才知道。县府赶紧派人消毒，也呼吁各县市政府重视反向通报，避免出现防疫破空。记者综合报道。三级警戒袂使群聚，大家爱尽分，才有才调控制疫情。进前着几啊例群聚感染，拢是做伙跋筊，结果家己水上又搁掠着有人群聚拍目触，即马厝主爱罚款30万。警方人员伫人济的所在宣导防疫观念，希望伫这段时间民众莫有群聚的行为，避免造成疫情的传播。不过，也是有民众违反规定，伫厝内群聚拍目触。水上乡有民众非法聚集，那经过这个就是陈情通报之后，警察单位也确实发现有5位以上的乡亲在屋内聚集。那这个部分我们会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处以30万以上的一个30万的重罚。警方表示，接到民众定情，到现场发现厝内有人群聚拍目触。虽然现场大家拢有挂水暗，但是嘛是违反室内袂当有5人以上的群聚规定，将厝主移送卫生局。警方表示，为避免任何传播的风险，这段时间也是请民众尽量莫出门。尽量莫出门，去泡茶若是有感染的风险，拜托大家用心。这段时间好好保家己，暂时顾好，暂时就是保家己，保咱台湾。国内各县市逐天也是有新确诊的案例一直发生，嘉义县嘛因为泡茶而感染情况，卫生局表示会甲警方配合加强处理违反防疫禁令的代志，嘛请民众家己要有防疫的观念，减少疫情传播的风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避免疫情继续拖，即阵嘛政府已经规定，全国袂使伫餐饮店内底食物件，拢爱包登去食。传统的小食摊，即马人客变少，颠倒是本地就是做外送为主的店头，生意无受影响。店头家无用准备食材，这拢是人客预定的饭包。
即阵国内新冠肺炎的本土疫情严重，民众除了选择家己煮，无就是包装厝内或者是订外送。基本上内用的基本上就是没有了，但是我们现在外带的量比较多。传统小吃店他们靠真的是走进来的客人，所以真的是有差。我们外送或外带比较 OK。为了防疫，店家嘛将出餐的地点刷到门口，嘛尽量请人客钱传拄好，减少早期时阵接触的风险。我们尽量请客人帮我们用小袋子装起来，所以我们会在外面先喷一下酒精，再把它拿出来。但我自己收的钱，我也会把它喷酒精。酒精、喙暗，甚至挂防护的目镜，店家自发性做好自我保护。政府也规定，无论超市、超商、大卖场、餐饮店，全部暂停内底食食的服务。我们通通要请你用外带的一个方式哦，禁止在这个透过吃饭口罩拿下来产生群聚，那引起不必要的一个这个传染哈。餐饮业者配合防疫措施，做出营业调整。传统小食摊因为人客消费习惯、生理差真济，那原本就针对外送服务的店头影响程度较少，但无论是外送也是包装厝内食，同款爱注意清洁消毒，才会当有效降低病毒的传染。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中心 CDC 上新的研究，新型冠状病毒除了会透过喙烂手甲接触来消化，食粉喷出来的烟嘛会消化。医生嘛表示讲，食粉的中年男性是高风险族群，活着了后，重症的比率比一般人高2倍。就惊疫情继续拖，各县市政府加强巡逻，掠无挂喙暗的人。不过，要是有人伫咧外口食薰，当时基金会表示，这一礼拜办公室的电话是亮袂停，拢是民众卡来申诉的。不管是咧筛检的所在、病院的外口。甚至讲咱去补充民生用品出来外口，各有2-3个人，近2个人伫遐讲话食薰，所以做侪民众打电话讲，看有啥物办法，好叫这家食薰的人，敢袂当这段时间你莫食薰，你用这段时间解薰，你早晚爱解薰嘛。去年全球爆发 COVID-19 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底官方网站的文章就写到，因为疫情，全世界已经有几啊百万食薰的人决定要解薰。WHO 即摆也成立组织，配合社区辅助系统，估计协助至少1亿人解薰。医生是提醒，薰草喷出来的烟，因为空气粒仔较幼，黏着病毒会传5公尺，比喙烂佫较远，传播病毒的风险真悬。电子温有比迄个 PM2.5更较水的迄个威力，所以以迄个气溶胶的迄个传播其实比咱迄个传脱分的迄个粒子吼，个水不要搁啊远啊，伊会使到5公尺。医生表示，食薰的人为着新冠肺炎真做重症的风险，比一般人加出2倍。住院治疗了后，病情恶化的风险也会增加14倍。其中中年人是高风险族群，就要特别注意。记者阿敏珍、林玉凯台北报道。疫情期间，踮伫厝里上安全，袂使四界拍拍走，无咱来看电影。国家影视厅中心伫 YouTube 顶有播送1960年代台语电影片，而且这古早电影拢有经过数位修复。黑人的歌声中，一段姊妹仔相依为命的故事才要开始。这出5月13伤心家，自本是顺风爷圣诞闹日的日子，想袂到伫咧即天却发生使人艰苦的故事。这是导演林团秋1965年的作品，经过国家影视厅中心数位修复，即马重新展现伫咧世人的面头前。这个林团秋导演其实伊对女性的处境，伊特别同情剧情内底对这个女性之间的感情表现较足有的，所以讲咱即马来看。不时嘛是感觉足感动的。你一定是要去找一只小狗哦。还佫有即出新奇导演1967年拍的《三八新娘戆囝赛》，由电影明星金梅所主演，咧讲查某主动约查甫，展现现代女性对恋爱自由的愿望。
那我觉得金奇导演的作品在现在看来有许多非常前卫的设计，特别是在习惯把这个性别关系倒置。讲咱即马用线顶的方式，其实 YouTube 有一个最趣味的功能，就是咱大家会使哪看哪甲其他的人做伙抬杠，互大家感觉讲哇，咱其实有那嘛是甲别人做伙。疫情还未转好，国家影视厅中心以非盈利的方式，对5月28开始，要伫咧线顶放送母语电影。义务会以华语甲英语展现伫咧 YouTube 频道，希望全世界看到1960年代台语电影的风采，也陪民众早日度过疫情。记者阿敏珍、陈彦玲台北报道。再镜头来国外，来去法国，法国有一个大好家人。替实验室的动物甲商业表演，亲像马戏团大型动物成立庇护所，要互这长期替人类牺牲的动物食老有好日子通过。因为法国国会嘛，伫要通过禁止马戏团动物表演的法案，到时阁有济动物需要安置。前马戏团的教练泰雪拉，甲伊亲身带大汉，而且汉草生了比伊更较大汉的հիմ生做伙，因之间是真亲密，而且伊真欢喜这动物会当找到好的归宿。这是电信的好野人维欧拉，伫巴黎郊区买土地打造的庇护所，要互伫咧实验室受过苦难灵长类的动物，也有规世人伫咧表演的动物，希望因来到这了后，拢会当有安稳而且无压力的生活。Après, il s'est habillé pendant 19 ans pour travailler pour nous. Donc si nous les humains on lui doit pas une retraite, voilà, on peut se poser la question qu'est-ce qu'on fait sur Terre. 另外一区为西班牙风送来2只西公，看起来是无喙手，甲西母是真相像，因为因打出世的时阵，导风带离开因妈妈的分尸边，而且风做绝育的手术，致使因无法度发育，还阁去互乌市的医生非法甲因的药拢捌了了，就为着甲因放伫个景点，互游客通去欣赏甲翕相，来趁这种良心去互教部去赚进的乌心钱。为了阻挡这种违反自然粗残的恶性循环，法国已经开始立法。按算伫个5年内分阶段禁止马戏团、甲海洋公园使用野生动物表演。Voudrais enlever mes animaux. Moi, je serais vraiment, comme on dit, triste, beaucoup triste. Et en plus, les animaux, vous avez vu le contact que j'ai avec eux. Personne d'autre, ils auraient pu, si on enlève les animaux, personne d'autre, ils auraient pu faire ça. 维欧拉讲，因逐工拢会接到一寡收容、安置求助的电话，加在大部分的问题拢会当透过协商安排来解决。亲像是马这种大型的动物，要替因找到有害收养者，或者是去其他的所在是无困难。不过，亲像实验室的动物、大型野兽等等，无法度安置的动物，这个庇护所就会当甲因保护，互因会当免阁受到粗残的对待。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美军主要的战机之一 F-15已经飞超过45吨，目前已经到达互新世代 F-35战机取代。也毋过 F-35对研发到制造到修理拢贵松松，所以即马制造商波音公司也搁咧开始出新的 F-15，因为因讲甲一寡功能提升，其实 F-15是耐操搁好用。今年3月中旬，这只 F-15EX 战机为波音公司机场起飞了后，降落伫佛罗里达州的空军国民兵基地。机尾编号会当看到是2000迄，代表这是上新款战机移交予军方的第一只。F-15上早伫1976年1月开始服役，到即马已经超过45年。为安怎伫这个时间点，阁有新款的 F-15出厂，主要理由就是为了省钱。新世代的 F-35战机会当兼具特种甲超音速飞行，包括海空军甲海军陆战队拢陆续引进 F-35，其中空军使用 F-35A 有计要取代 F-15甲 F-16。也毋过 F-35若伫研发到生产阶段，预算一再超过，日常操作成本也偏悬，平均每点钟开达到新台币103万，比现役其他机种悬出超过28万。国会强烈要求空军准则开销。美军就伫2018年开始甲波音公司讨论，以强化对地攻击能力的 F-15E 为基础改良升级为 F-15EX。F-15EX 的挂载点上侪会当载22.9型飞弹，甚至出现过由伊取代部分运输机，将武器快速运去侦察基地。
美国另外一个想法就是由 F-15E-X 单人超高音速巡弋飞弹的发射平台。F-35作战半径只有1078公里，比 F-15的1770公里，速度真济，也就是讲 F-15E-X 会当伫较远的距离发射飞弹，增加飞行员的安全性。对于多年来操作 F-15的单位来讲，换装升级的 F-15E-X 也比改用 F-35方便真济。另外，亚方第2考虑的新款 F-16。美军目前也无讲啥，也毋过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指出，空军决定采购1763只 F-35A， 订单可能减少超过700只。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咱继续受风面的影响，天气无啥稳定。西半部也有东北部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嘛有机会会上大雨。气象局早起已经先针对嘉义甲台南发布大雨特报。另外，今年第3号风台彩云上紧伫今仔日会形成，也毋过对咱台湾暂时无直接的影响。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0度。外岛是20度至3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将请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